嘛，伊爱去走业务，然后爱去甚至找人客。那伊大概啊，若有单的时阵，这个大种接着这个单，伊会做啥代志？插队先做伊个，先做伊个，先甲这个单销到互这个经理去好做代志。然后甚至有任何一个你想讲来端午节啊，是啥物中秋节时阵，伊拢会去，甚至会去包一寡端午节物件、鱼肉粽还是一寡中药品，然后去送这个经理。那真诶，阮来看者，两个共款诶状况，但是无共款诶结果，真诶，恁感觉对是种较好？对是种较好，应该是后口的迄个嘛。那伫后口即个时阵，真诶，你有看到这个故事你有讲到啥物？这个故事你有讲啥物？一定信仰和会好。这个故事你有讲这个部分，一定是啥物？这个咱拢讲这德行嘛，阮来先了解这个道理。有做会议台所有讲到，即个见性是讲平等是对。即个见性就是阮自信，阮会使，当阮若看到家己真正的真主人，家己真主人做的时阵，就是见性。那见性了后，伊所做的无分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哦，这平等足无简单。这平等